驕陽新人周吉佩出道後嘅首張專輯，揾嚟著名填詞人林夕同埋林若寧操刀，製作班底強勁，加上經過徐小明、譚詠麟、林珊珊、查小欣、陸浩明、張學潤等等多位重量級前輩交路，集合咗強勢陣容，新碟終於都推出啦。同好多歌手一樣，新碟一出，吉吉就即刻去到唱片鋪嘗試親自買佢隻碟，望住自己隻新專輯，簡直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啊！心情好興奮啊，因為我琴日咧就好期待今日嘅，咁我緊張，太緊張，瞓唔到，瞓唔到，咁但我點樣解決咧？我打遊戲機咯，我打到你打機打得夜啫，打到4、5點鐘，跟住今朝就11、2點起咗身，咁就去迎接今日啦。連 fans 都幫手買碟，吉吉一定好感動啦！喺新碟當中，仲可以揾到出自吉吉手筆嘅作品添。我唔係話一定要為咗要作一啲歌俾大家聽而作咁樣，我係真係要靈感到先得咯，因為我自己可能仲係初歌啊，咁我唔可以一拿起一啲樂器琴或者滿腦海就 melody， 我好難咯，咁所以我要俾少時間去慢慢琢磨下咯，要係我自己估計我買咗我諗20隻到啦，係20隻咗，因為本來係咁嘅，我其實買18隻嘅想，咁我反正買啦，不如都唔好計咁多老土嘢啦，不如我買盡佢啦，咁就應該買喺20隻度㗎啦。18係咪真係攞個好意頭？攞個好意頭咯，諗住18咁樣。耶！呢個係我媽咪嘅意思嚟嘅。佢想反正都係啦，不如咪買夠攞個8字啦咁樣咯，係。新專輯啱啱推出，為咗可以拉近同 fans 嘅距離，吉吉專程舉辦咗一個迷你演唱會，仲揾嚟一班 band 界好友助陣，當中亦都包括佢嘅吉他老師。我真係中意夾 band 嗰種大家去玩嘅嗰種感覺咯。其實我冇特登話今日係我自己個人啦，定話係一個咩嘅 show 啦。其實我覺得成班咯，真係成班一齊嘅 band show。咁又有啲咩特別嘅嘢 show 出嚟？我諗玩即係可能做翻自己本行啦，玩下吉他，咁一路彈一路唱，咁即係希望滿足到大家，用歌聲去即係滿足大家咯。哇！睇下台下嘅反應幾熱烈，仲有一大班驕陽好友嚟到捧場，真係夠晒義氣啊！見到咁多朋友同埋 fans 支持自己，吉吉似乎冇咩壓力，仲越唱越落力，難怪一班驕陽新人都大讚佢啦。咁其實做一個歌手有自己一個演唱會好緊要嘅，係得到觀眾嘅認同先可以開到嘅，所以好戥 Albert 開心咯。同埋我哋見到喺台上面咧，佢唱得好落力，所以咧變咗我哋都哇加油啊吉吉，跟住所以我哋都好興奮啦。喺煽動真音樂嘅時候唱張信哲嗰個高音咧，真係唔係任何男仔可以唱到呢個音㗎。今日我都控制唔住自己啊！其實你睇啲其他啲女 fans 咧下邊我到最尾都係吉吉我愛你唱歌好勁啊咁樣。